好，我係 Matthew 黑超，今日想同大家繼續跟進下特朗普呢個癲佬到底喺度搞乜嘢。嗱，大家都知啦，佢嘅關稅啊，由開到閂到開到豁免，跟住噼里呱啦，日改夜改。咁其實咧，一開頭我就認為佢搞冧個市咧，就係為咗令到10年期國債孳息率下跌啦。因為嗰陣時咧，的而且確係由佢第一日宣布咧就跌穿4厘，就意味着好多人就走去美債度避險。但係依個咁嘅情況咧，好快就逆轉咗咯喎，好快就一路升穿翻4.5厘，甚至乎越嚟越高，就意味着咧，其實美國國債咧，由佢第一日宣布關稅嗰一刻，好多人搶，跟住之後唔夠24小時，變成就好多人拋售。佢個國債孳息率攀升，就即係好多人拋售嘅國債；國債孳息率下跌咧，就即係好多人爭。嗱，咁其實見到第一件事反映嘅咧，就係呢個特朗普嘅如意算盤打唔響啦。佢原本就係想透過製造呢個市場嘅動盪，去代替聯儲局買債呢個行為。當然有10幾個鐘咧係成功，跟住好快就被拋售翻啦啲美債。咁市場就傳言拋售美債嘅會有幾個唔同嘅 parties 啦。第一就係聯儲局本身啦，因為佢見到咁多人買債嘅情況底下，佢要拋翻出嚟平衡翻，否則就個通脹會更加嚴重。咁而家個債息率高翻啲，某程度上咧，其實美匯指數應該要高嘅，但係美匯指數又跌穿100喎，所以又唔似係聯儲局做。第二就係我哋國家啦，或者一啲唔妥美國政府實行呢個對等關稅政策嘅國家。咁呢兩個可能性咧，就應該係高過美聯儲嘅。咁當然仲有第三個可能性，就係美國國內反對特朗普嘅人啦。咁無論係邊個可能性都好，得出嘅結果現在就係國債孳息率攀升，導致到特朗普頂唔順啦，要跪低啦，差唔多。因為美國國債咧，其實對於美元霸權係極度重要。如果沒有人買美國國債嘅話咧，就標誌着美元霸權嘅沒落。咁現在嘅情況係會點發展落去咧？究竟特朗普會係選擇跪低啦，當冇發生過，定還是佢會被推翻落台，定還是會繼續走向冷戰？呢3個可能性咧，當然最好最理想嘅就係特朗普被罷免，一切回復正常啦。但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嘅，因為佢始終都係民選，始終喺佢哋套制度度咁樣民選出嚟嘅總統咧，要推翻咧，的而且確唔係咁容易。如果咁容易俾佢推翻嘅話，咁未來嘅選舉又點樣繼續進行呢？選完之後又話有得推翻，啲政策唔啱大家心水嘅又可以推翻。所以咧，我覺得首先如果推翻特朗普呢個可能性唔係好大。第二個可能性就係佢被暗殺。佢被暗殺咧，呢個可能性有嘅。不過基於佢已經被暗殺過一次啦，所以理論上啲保鏢啊、保安啊各方面咧都應該係更加嘅嚴密。所以呢樣嘢咧都比較難，我覺得。第三個可能性就係中美真係會走向冷戰。呢個冷戰其實是什麼咧？就係完全脫離咗佢哋嘅貿易啦、人員嘅往來啦、所有領域上嘅合作啦。即係當然我唔希望會進展到呢個地步，但係如果你向最灰嘅睇法咧，因為美國係全球最大嘅消費國，佢哋透過消費去製造社會嘅繁榮，去製造GDP 嘅增長。佢哋透過先使未來錢，不停地去使錢。因為有美元霸權嘅關係，所以佢哋能夠不停地發債，不停地左手交右手，去維持住即係日常嘅，特別係政府嘅運作。咁特朗普同埋伊隆馬斯條友，其實佢哋理解到，如果再咁樣落去以債冚債嘅話咧，美國
就會係走向破產，因為現在嘅科技啊、通訊啊各方面已經唔再容許佢哋有任何食老本嗰啲品牌上嘅優勢啊、開發上嘅優勢、技術上嘅優勢、科技上嘅優勢，慢慢都被其他國家接近啦。即係佢哋意識到呢一點，所以希望可以減債。其實就係減債。不過其實即係你要減債，你要美國再工業化呢一點咧，或者叫呢個行為咧，其實被好多人誤解咗。我最近聽到最多嘅講法就係美國人都黐線嘅，希望你咩 iPhone 翻去喺度冚啊，美國人喺度扭螺絲啊。其實呢個唔係佢哋想要嘅嘢。因為基於美國嘅工業咧，其實真係好少，可能接近1-2% 都冇，我估。即係佢哋要由零開始再發展所謂嘅智能廠房咧，可能都唔係太難嘅，有錢就得噶啦。大家誤會咗嘅就係佢哋唔係要美國人喺度不停喺度扭螺絲，喺度裝嵌 iPhone， 喺度做埋一啲密集式勞動力嘅工作，佢哋唔係要呢樣嘢。佢哋嘅美國再工業化其實係要智能廠房、全自動化嘅廠房。美國人喺度修理機器、修理機械人，喺度維護，喺度做監督、做 quality control 都唔定。即係，但係就一定唔係大家心目中所諗嘅。因為我見好多咧網絡上面嘅 AI 生成嘅片，都喺度笑佢哋啊！再工業化，美國啲領導人喺度扭螺絲，其實唔係呢個諗法嘅。所以我覺得，雖然我哋嘅位置，我哋國家嘅位置係好好呢一刻，但係都唔可以咁容易就忽略咗，或者叫睇小佢哋美國呢個地方、呢個國家。我哋唔可以抱有一個驕兵嘅心態。呢樣嘢咧，最近係我比較擔心啊，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喺度笑佢哋，又話我哋贏硬，躺着也勝利。即係佢哋係全球最大嘅消費國，亦都係 GDP 最高。當然唔係計實際購買力啦，計實際總值嚟講，佢哋係最高。咁如果佢哋真係決定減債，唔再喺度以債抵債，或者要透過需求去刺激經濟，其實某程度上就即係全球嘅經濟萎縮。全球嘅經濟萎縮之餘，會導致到淨係美國本土通脹，但係全球通縮。呢個情況咧，其實係有可能發生嘅，因為佢冷戰思維啊嘛。點解話美國本土會通脹？因為佢哋嘅關稅，你完全係針對中國呢個世界最大嘅生產國。但係其他國家點解會通縮呢？因為關稅嘅情況令到佢哋本土嘅消費低咗。全球都因為科技嘅發達啊、人類嘅進步啊，我哋嘅食物好充裕，我哋所有衣服啊、衫褲鞋襪啊都好充裕。呢個係得益於全球化嘅進程。不過現在佢要 deglobalization， 即係去全球化嘅情況底下，有機會係令到全球特別係發展中國家就產能過剩，跟住美國人又唔願意同你買，所以你哋通縮，佢通脹。如果佢哋能夠聯合所謂佢哋嘅盟友，以前班契弟國、王子兄弟國，如果佢能夠說服佢哋一齊去圍堵我哋國家，其實真係好危險。所以我希望咁多位香港人、咁多位中國人，我哋唔好抱住一個贏硬嘅心態，其實係有危險嘅。因為首先普遍嚟講都誤解咗佢哋嘅再工業化，第二就係大家呢一刻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唔係太有危機感嘅狀態，俾我嘅感覺。今日翻嚟係咁多，希望大家即係危機意識要重翻啲，我唔係咁樂觀。多謝。